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的所长刘宗兴，2年前执勤的时阵，互驾到赛车的女驾驶拖行弄死，遭一审判决，共判死刑。被害者家属是深深一鞠躬，感谢法官。这个废死联名昨暝是破文，讲针对着废死议题的热度甲恶意，伫台湾哪像特别突出。废死联名是无针对案件表示意见，但是破文的时间点确实有淡薄仔敏感，嘛引发着讨论。我们深深一鞠躬。一个讲，一个听到判决的结果，家属情绪真激动。司法是有正义的，是站在被害家属这一方的，正义不会迟到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前土城清水所长刘宗兴准年9月，和独家拖行致死，大家着检，家属听难以形容。被告一审被判死刑，褫夺公权终身。标题当受分成为日常，废死联名这篇文章引起讨论。写讲对着废死议题热度甲恶意，好像就是台湾特别明显。虽然无写明，也不时机确实有淡薄敏感。所以非常感谢今天的判决，能如我所愿。本来你今天做出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，杀了人，当然就是要偿命。现在的小姐被起诉的罪包括独家未当安全驾驶法定上当3年，妨害公众驾驶动力交通工具，妨害公务上当5年以下。最后是以杀人罪判死刑。第一个，他是主观上是故意或过失；第二个，他是存心要杀害远景的一个直接故意，又或者是说他是认为撞死远景也无所谓的一个间接故意。2审呢将由职业法官来做认定，评价结果是否会相同，仍然是有讨论的空间。现在的被告伫狱中捌写忏悔批予家属，不过所长的太太用案发日的日历回批表示讲。真希望这是你带予我的一场噩梦。未来2审犹原有变数，这对家属来讲，犹原是一条遥远的路。Hello， 我是林纯佩。想要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或是体坛动态吗？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